日本石川县发生规模7.6个大地震了后，一直有地震尾。经过台湾驻大阪办事处的确认，目前台湾的旅行团留伫咧灾区有18团，547个人，拢正平安。今仔日预估有3团，总共93个会回来台湾。下晡已经有旅客顺利回来到桃园机场咯。这旅客也拢讲，想起地震，犹原心惊惊。来。回来台湾，心情总算会当放轻松。经过日本石川县的大地震，初二下晡已经有地震了后，头一批的旅客照原地飞轮机的时间，顺利搭中央航空为小熊机场回来台湾。觉得蛮可怕的。那时候在游览车上面，准备要下车，然后刚好就是听到手机的警报，就摇了很大力这样子。整个房子都在摇啊。我就是很怕，真的很怕。公车什么都停驶了，然后就只能坐计程车去那个车站，然后高速公路也上不去。库拉里游伫北陆当地有旅行团5团，其中已经回来台湾的有32个人，也那其他4个团伫确定当地风景区、饭店、甲餐厅安全无问题前提之下，继续旅游的行程。也那这4团嘛，伫初3回来台湾。还留置在当地的还有4团的116人，陆续会从明天的下午的班机会返抵我们。那最晚预计是在明天的晚间，大概是9点50左右。同款受到地震影响的，还有灿星的旅行团，因为航班互取消，有2团的旅客调伫当地，这2天会住伫新社的饭店。初2早起导游带旅客去新社集合，按算初3会去仙台机场搭飞轮机回国。根据外交部掌握的资料，咱国有4间旅行社，伫北陆迄块地有旅行团，拢总有18个团，547个人，其中乡西旅游有8团，200多人占上济。因的行程拢无经过灾区，团员嘛拢平安。另外有21个自由行的，原地按算初1为新社搭飞轮机回来台湾，不过因为机场关起来，所以暂时留伫机场。也那外交部嘛有收到消息，有一个旅行的侨胞调伫灾区。不过经过协助，目前已经去避难所安置啊。这位受困的侨胞其实我们的驻大阪办事处已经取得联系，并已经提供协助。地震了后的第一时间，新社机场就关起来，因为新社是有甲台湾虎航合作营运的航点。虎航表示，因为初1取消航班，所以无法度回来台湾的旅客，目前已经提供选择公司附近其他的航点，互因回来台湾。另外，因为新社机场地区的警报已经解除，会当继续营运。按算初5为桃园要去新社的机抓，会当正常起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